后来继续来看，卫福部公布着去年2019年10大死亡的原因，这个癌症是第38年来排头位。倒一种的癌症上侪人得着咧，讲就是肺癌。这得癌的大部分拢集中伫个55岁以上的族群。另外有一点我会真注意，就是这个15岁到24岁这阵年轻的族群，讲自杀死亡的人数增加了。这个青少年大多数拢是属于冲动型的轻生，所以家庭的支持功能都要多多来加强。每10分27秒就有1个人呢因癌症死亡，那比那个107年的10分39秒呢快了12秒。卫福部公布去年台湾10大死因，第一个就是已经排入头前38年的癌症，过来就是心脏病和肺炎，和去年排名的顺位拢同款。其中癌症死亡的人数50232人，比去年搁加906人，死亡率增加1.8%。让大家善加利用我们国健署所推广的口腔癌、还有乳癌跟大肠癌，还有子宫颈癌的免费筛检检查啊！你跟妈妈说好不好？不要赶他快下来！我怎么跟你说呀？你从来都是凭你自己想法决定我人生。伊讲敢会当听我讲话，更加爱关心的就是15岁到24岁少年人自杀的死亡人数和比率拢有增加。小部的人唔那是17岁。一些高楼防跳的部分要做好防范的这个动作，因为青少年他自杀里面都是冲动性自杀比较多。父母亲真的要关心自己的子女，不要以为他自己会长大，他也许也没声音，就在网络前面抱着手机、拿着手机或者在电脑前面，可是不见得代表他没事。爸爸妈妈搁较活过来一个，你的囡仔和你隔一个房间，囡仔有欢喜还是无欢喜，有当时也是一念之间。